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搁再一摆来到圣日，多谢主，伫这礼拜当中，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供给咱伫生活顶面、身躯顶面、甲属灵顶面、心灵顶面的需要，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但是当咱咧感恩的时阵，咱当然会想到千万万的人，即阵啊，有诶伫边厝当中，有诶人拄着在疾病，可能伫厝内咧休养，因诶生活可能会拄着问题，有真侪担心忧愁，咱若为因祈祷。咱也知影，伫即个世代，即黑暗的世代，会属于一个末世的世代。离开主降临的时阵，愈来愈近。虽然咱毋知影主伫时什么时间、什么日子要降临，咱什么时阵要被提，咱拢毋知影。但是咱真凭着信心来听候主，伫世间的日子来过生活，来迎神约人的生活。愿主甲咱同在，咱特别来为着怀需要的人来祈祷，咱同心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多谢你的看顾保守，同阮伫肉体甲属灵顶面得到上帝你的照顾，得到你的供应。当阮咧感恩的时阵，阮会想到伫世上也有千万万的人因无福音。千万万的人，伊个拄着一个病困的侵袭伫因的身躯，非常的忧愁痛苦。有的人伫医院当中咧受治疗，有的伫厝内咧治疗，有的人出门行兄，有的人生理工作受到真大的冲击，真困难。求上帝你怜悯因。按时供给因的需要，阮祈求你，互这个疫情早日的过去，互千万万的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也是特别为着迄执政掌权的人祈祷，求上帝你帮助因有聪明智慧，因有迄个魄力，因有迄个耐心，有听心，当来帮助所有老百姓需要的人。阮感谢你。阮也特别为着迄医务人员来祈祷，为着医生甲看护来祈祷，将因带到主的面头前，求主你保守因的身躯，保守因的家庭，互因袂拄着这疫情的感染，互因继续有迄个力量，有迄个聪明智慧，通来伫第一线伫医院当中伫人群当中来做帮战、做医疗的工作。阮感谢你，求主你甲因同在，求主你也是祝福。阮也是恳求主，你互世上在属神的仆人，在基督徒用听心来帮助需要的人，互因伫即阵的时阵，看见主的荣光，看见主的在信徒怎样伫这个黑暗需要的时阵来显出见证来荣耀你。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也恭敬交托主，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的兄弟姊妹，咱伫这礼拜的崇拜当中，咱要讲一个题目，就是咱为什么需要这个新约呢？为什么需要新约呢？过去咱有讲到几若的这个约，圣经旧约新约只有一个约。那么这约大概有8个，就是伊甸园之约亚当之约，这拿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也佫有这个这巴勒斯坦之约也佫有这个大卫王之约那今仔日呢，最后一个第8个讲到新约。真侪人听到这个新约就会明白咯，因为有旧约，所以就有新约咯。旧约是迄搭圣经内面显开，迄本较多迄搭就是旧约咯，还较少的还就是新约咯。咱了解这个新约旧约毋是安尼了解法今仔日要甲咱讲到这个新约的代志，要互咱更较清楚的了解。虽然毋是真完全，因为若是要讲完整的用也侪时间但是今仔日咱所讲的，咱就会知影旧约交新约的分别伫倒咯。为什么新约比旧约呢？圣经内面讲较好呢，较水呢？所以咱今仔日咱就来三甲来讲这个新约的代志那关于圣经内面讲到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新约内面这个人跟上帝因伫这个约内面的关系，这个意义是什么有人可能也是会问既然都有了这个旧约咯，哪着阁有新约有什么分别呢？那么有真大的分别。这个新约原来是上帝立了这个新约，是最后的来解决咱人类的罪恶，叫人类的这个反叛神这个罪会解决这项代志最后的一个方法就是借着新约内面的一个主角所做成的代志来成全这个新约内面所讲的、所应允的代志。咱有可能靠着这个新约内面的这个主角咱有可能得到逃放，咱有可能对罪恶当中得到解放出来咱有一摆性的，咱来解决了这个罪恶的问题，关到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求圣灵会带领甲帮助咱可能一步一步来听。虽然无完整无完全但是咱盼望有可能对大家有搁较一个较深的了解。那么伫这个新约内面头一摆讲到这个新约旧约有讲到，但是主要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来建立这个拯救世间人的最后的这个救赎的方法。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高峰的时阵就是耶稣要被钉伫十字架顶以前的一个暗暝耶稣叫伊的门徒伫这个牢房内面叫伊的门徒伫遐守最后的晚餐的时阵所讲的甲所做的代志
就是主耶稣伫遮讲到这个立了这个新约这项代志。那么伫路加福音啊，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吼，开始到20节，安尼讲我读者，互大家较有一个印象。路加第22章14节，时节到咯，耶稣坐席，使徒也甲伊同坐。15节，耶稣对因讲：我真愿意伫受害以前，甲恁食一个有活节的宴席。第16节，我甲恁讲，我无搁再食这个宴席，直到我到成就伫神的国内。第17节，耶稣指个杯来祝谢咯，讲：恁摕这个，大家分着啉。我甲恁讲，对打了后，我无搁再啉这葡萄汁，直听候到神的国来到。第19节，又摕起饼来祝福咯，讲这饼就八饼来分托，因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来舍牺牲的，恁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0节，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恁流出来的。伫这个一段话内面啊，耶稣讲到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做的代志啊，到这个最后的高峰的时阵啊，耶稣讲一段话吼，就是这个新约啊，就是借着主耶稣来立的。伊所立的，甲以后所做顶十字架流血牺牲的代志，就是做成了耶稣伫十字架顶伊说成了，成功了，就是上帝被托付伊来到世间所要做这个救赎的代志的功劳。然后呢，咱有法通靠着咱世间，有法通靠着耶稣所做来相信伊，来接受伊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这个罪就一摆性的得到解决咯，咱的罪也得到赦免咯。所以这个就是新约。那叫旧约有啥物无同呢？虽然旧约咱讲旧约是啥物意思啊？旧约虽然有过去有真侪约，但是主要的是讲到摩西甲摩西立约的这项代志，就是靠着行律法的代志，行律法内面所要求的，在律法就做到。你要伫一条犯了，就是犯整条咯，所以有无够约的所在，有缺陷的所在，所以上帝才立另外一个约叫做新约。伫耶利米也是有提到新约，以西结也是有讲到这个新约的代志，但是咱时间的缘故，咱只要读下这个耶利米这段话，耶利米第31章的31节到33节，我读这篇。31节安尼讲，耶和华讲，日子将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另立新约，无亲像我拖着因的手，因的祖宗的手，带因出埃及地的时节，甲因所立的约。我虽然做因的丈夫，因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讲，伫遐日子以后，我要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做因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内面，写伫因的心中。我要做因的神，因要做我的子民百姓。这段是这两段圣经叫讲到新约这项代志。那么新约，咱讲到新约的成就，新约的成就，敢若哪有这个新约啊？哪有法人做这个新约啊？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伊的死，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来做成这个新约。所以耶稣伫个饭后路加福音咱们读的伫饭后，照样摕起杯来讲，伊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为恁流出来。所以耶稣用伊的身躯，用伊的宝血来做成这个新约。所以新约的意思是什么呢？新约的意思就是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劳，咱有法能接受主耶稣，咱就直接有法能到神的面头前来。所以希伯来书第7章22节安尼讲，伊说既然是起誓立的约，是耶稣就做了更较水的迄个约的中保。什么是中保呢？是中间人上帝甲人立约有一个中间人，一个中间人要做因好好的代志，中间人。那伫这个约的内面讲到有写做的代志，只有伫新约内面有一个写做一百姓的功效有救赎的一个写做的功效。所以伫希伯来书9章14节到15节安尼讲，伊讲何况基督要借着永远的灵将家己无瑕疵来献给神。耶稣将家己完全的完美的来献给神，伊的血减袂更较有法通洗清去咱的心嘛？有法通治去恁的死刑嘛？咱有做借着耶稣的血来甲咱洗清去，咱有这个死刑，耶稣借着伊的牺牲将这个死刑治去是互恁来侍奉永生神嘛？15节。为着安尼呢，伊要做新约的中保。既然受了这个死来赎了人伫迄个前约旧约所犯的这罪过就叫这个蒙掉的人、信主的人，要得到所应允的永远的产业。意思就是上帝所应允的美好的产业，以美好的应允将来荣耀要得国伫天国内面所拥有的一切一切恩典甲福气，咱借着主耶稣基督，咱接受伊伫咱的生活，咱就有伫伊份伫伊的国度内面，诚做伊的行里，我能承受上帝一切的产业、一切的福气。这是感谢主的恩典过来呢，就讲到伫这个旧约当中神应允人什么伫出埃及记24章第3节当中讲，伫西奈山下面摩西落山了伫迄个西奈山顶面，上帝向伊彰显这个立约的代志，将耶和华的命令，摩西落山将耶和华的命令甲典章拢述说，讲出来百姓听，吐出来听，众百姓拢做声的讲，
耶和华所吩咐的，阮都的确要遵行。意思内面所讲的也侪项的关于律法的代志、献祭的代志、做张饭的代志、会幕的代志，一切在律法的讲在讲了。那伊讲阮要遵行上帝所吩咐的。那么这个新约呢内面所应允的是什么呢？应允是什么呢？伫圣经当中这个希伯来书第8章第10节安尼讲，主佮讲，伊说，伫怀日子以后，我要甲以色列家所立的这个约，乃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要放伫因的内面，要写伫因的心中，我要做因的神，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旧约叫新约无相的所在就是说，以色列人一定要遵行摩西之约，或是摩西内面的律法的内面所讲的一切。那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整条咯，就犯了10条咯，所以真无简单。那么伫新约内面呢，就讲到神要将迄个律法要放伫因的心内，要写伫因的心内。我要做因的神，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无相的就是安尼，旧约就行全律法，才神才有可能接受因的罪才得到赦免。若无伊就用这个献祭的代志来解决，暂时解决因交上帝的关系。那么新约呢，是一摆的耶稣将家己的身躯，将流出伊的宝血来献上，诚做赎罪的祭。那么咱的新约的信徒来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耶稣伊的行为，耶稣伊的做人，伊的完全伊的牺牲已经完全的来成就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咯。律法说干啊，伫主耶稣身顶完成了。所以咱既然来相信主耶稣，咱耶稣一切的义咱有份。所以咱说因信，咱要称义，就是伫神的面头前要称做这个无罪的人咯，称义。说落去呢，讲到，既然是新约内面那么咱伫新约时代的人咱就会记咧什么代志？记咧几项，下面几项。头一项呢？主耶稣伫迄个圣餐当中讲伊讲这是我的身体为恁来牺牲的，恁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饭后也摕起杯来讲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恁流出来。当主耶稣伫这个十字架顶献上伊的身躯，牺牲伫十字架顶的时阵，流出伊的宝血。那么咱的罪咱才着辛苦这位主耶稣伫十字架所成就的代志咱的罪咱辛苦咱的罪，才有可能得到赦免。这个时呢伊就开始了这个新约了，设立的这个新约了。所以耶稣所立的这个新约，是对于为咱牺牲流血来做成这个新约，毋是靠着旧约迄个行律法乃是靠着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咱辛苦的，咱就食做这个因着信来称义的代志。所以主耶稣吩咐新约的信徒主耶稣吩咐新约信徒，咱着守圣餐为着什么来纪念？毋通袂记得这个新约的开始是对倒落来，咱因信称义的开始是对倒落来乃是耶稣
所成就的新约啊。只有安尼呢啊，相信的人才有法通啊，罪才有法通得到赦免，咱的身躯才有法通得赎啊。所以耶稣伫遮一摆做成，咱相信主耶稣的人一摆得救就永远得救。虽然咱伫生活顶面有亏欠、有犯罪，但是咱有法通靠着主的恩典，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这是圣灵的帮助，重新叫上帝来恢复美好的关系。所以得救是一摆性，耶稣做的这个救赎也是一摆性。咱感谢主的恩典。第二项，咱就会记得什么啊？这个新约的建立是神甲伊的子民要维持，需要维持什么来维持什么代志啊？咱知影到底这个旧约这个摩西之约啊，对所有的人是毋是无够热呢？无说个需要新约呢？为什么咱得个需要新立新的约啊？难道旧约无够热吗？旧约无法通长久的有路用吗？有迄个功效吗？为什么着个换？其实这个旧约神立迄个旧约的时节并不是无好伊也是好，但是这个约对以色列人也是有祝福，旧约是讲以色列人讲所以律法目的是要叫因有好的行为啊，也是要互因知影，你靠着这行为因才有蒙神的欢喜。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上帝将这个约互因，但是因却无有迄个遵行迄个律法，遵行迄个约内面的迄个内在的力量，无应允互因。因着靠家己的力量来争取、来拍拼。来讨神的欢喜。今仔日最后10全10美咯，明仔日无好势咯，犯法咯。所以因着来到神的面头前，搁再伫献祭。所以这个交神的关系有时好，有时无好。等于犯罪时阵，伊心内无平安，所以需要来到神的面头前。所以因的赦罪也是暂时的，交神的关系。也是暂时的，所以伊若长久个翻落去个神的恩典就失去了功效了。所以伊得个重新得个献祭啊。所以圣经安尼讲，神为了以色列就来安排什么祭祀为因安排这个长久来赎罪。来献祭的代志，所以旧约上帝为因在旧约的人来设立这个献祭的系统拖在牛甲羊的血通来做因的代赎的价代赎的代志，所以这个牛甲羊的血会献祭只是暂时性的来恢复交神的关系尔。所以可以说旧约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是可以说是有神的恩典底下，有神的怜悯、神的忍耐和神的慈爱。神的为着要互因恢复甲神的关系，才有设立这个献祭的代志，为着这项代志，也是有法通甲你延长到将来主耶稣要成就的
借着献祭要来做这个赎罪的代志，都因为上高的东西，所以全面的这项旧约这项代志还是一个小学生一开始的引出那后壁主要所成就的，才是真正的会救赎的临到，是一摆性的。所以旧约的叫新约有无同的所在咱若看圣经内面，咱有法能看出这个旧约有三项的缺陷。什么是缺陷无够约的所在，无够约的所在。第一点的缺点是什么呢？虽然这是这市场经常为因来献祭来献祭，为因来赎迄个罪，但是呢，这个无法通完全的来赎因的罪过，也无法通一摆性的最终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来赦免因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因也阁继续的犯罪所以因无法通靠着这个献祭长久性的来解决因罪的问题，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4节安尼讲，伊说因为牛公牛甲山羊的血断，意思是绝对无法通治罪，无法通治去因的罪羊的血甲牛的血无法通治去因的罪。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旧约当中的律法无互因一款的力量 power 内在的力量来去遵行这些律法无内面的内在的力量来遵行上帝要叫因做实行的这些律法的代志。因为这个律法内面真严格你若犯着一项就是犯着两种并且安尼讲是，恁唔通安尼做，那安尼做，你若是犯了错，你的名就被除去，要甲你删除去，非常的严格讲恁若是照着做你要怎样得到存活，要怎样得到福气，所以恁就圣洁恁就圣洁，袂用咧犯法所以因无平安无这个安全感因无法通长久的一摆性的来解决一个罪的问题。所以还是新约无同咯，新约无同咯。新约当一个人信主的时阵上帝的灵圣灵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托因一款内在的力量。圣灵会对话语的假释，甲光照因的内心，将神的话语形式托伊来引出因明白，因后做毋对，圣灵会责备，圣灵会引出，互因力量，托在信徒有个内在的力量，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在律法旧约的律法是无有迄个内在的力量来实行正亲像有的人咧比较新旧约的情形是安尼伊讲说你要叫我实行这个旧约的代志，但是无托我骹甲手通来去行但是福音呢，却是什么呢？你吸引我去背，但是又搁互我实果通背。伊的意思就是说，伫旧约内面有真侪律法都是好行的人会完全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却是无迄个能力去行，无托因实果，无迄个骹手去行。但是新约无同咯，信主的人
有圣灵伫因的内面，互因知影什么是什么会神的话语也伫因的内面。但是伫新约内面也有圣灵伫因的内面咧教导因，咧引带因，咧责备因，一直来到完学习像主耶稣的款式的样式完美伫到见主的面。所以一搭的重点是啥物呢？这个重点是基督所设立的这个新约有个使徒在接受的人在信徒有圣灵来点伫咱的内面，同每一个信徒有圣灵的徛起伫咱的内面。所以伫约翰福音14章16节，安尼甲咱讲，说我耶稣讲说，我要求天父，天父就要令我使徒恁一位保惠师，就是分位者，要叫因永远的甲恁同在。17节来讲，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间人所无法能接受的，因为无见到伊，也毋明白伊。恁却是明白伊，因为伊常甲恁同在，也要伫恁的内面。即他永远圣灵要伫咱的内面，所以咱毋但知影要做啥物，神爱咱做，神也互咱迄个力量去做，来感谢主的恩典。第三项缺点是啥物呢？伫摩西的约内面即旧约内面只是暂时性的，毋是长久性的。这是神暂时伫互因一个过渡的时期过渡的时期的一个约，互因知影人是无完全的，人是软弱的，靠着说我要靠着我家己的力量来做好行善，才有可能得到上帝。这是世间人做袂到。为什么呢？因为神伊毋想上帝袂将迄个旧的约作为一个长久性的约、永远性的约。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互人知影人的缺点。第二项，神袂将旧约当作真做拯救世间人最后的一个启示，还是一款的方法。神袂将迄个旧约来真做拯救世间人的最后的启示。伊毋是拯救，这旧约毋是拯救世间人最后的一个办法，也是无完美的。要怎样知影呢？上帝意思是安尼呢？因为伫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安尼甲人讲，伊讲因是在这是所奉献的，甲人所奉献的。本来是天顶的个形象的形状甲影像，正像摩西要做这个会幕，做这个场幕的时阵蒙神的警戒，讲说你着小心要做各样的物件，都着照伫山顶，还是说伫天顶所指示你的样式。你现在伫遮地顶所做，乃是模仿。将来，迄个将来，这是真的，这是永远的。所以摩西的约摩西伫律法当中无论是会幕，还是敬拜的样式，还是献祭，等在拢是咧卡比迄个真实的，是伫属天顶的迄项代志所以咱就知影旧约是暂时性的伫耶利米第31章迄搭耶和华讲，日子将要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太家所立的新约，
无亲像我顶摆拖着因的手因祖宗的手要出埃及的时节甲因所立的约。我虽然要做因的丈夫因要做我的因却是违背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佫讲说伫怀日子以后我要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就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要放伫因内面，要写伫因的心中。我要做因的神，要做我的子民因逐个人无搁再需要教因会厝边甲家己的兄弟讲，伊讲你应该着认捌耶和华，因为因对细汉到大汉的都的确要认捌我要赦免因的罪孽，无搁再纪念因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伫即搭伊甲咱讲伊讲到这个耶利米内面所讲的这个新约的内容。那么伫希伯来书8章第8节第13节安尼讲，神定义要甲伊的百姓立这个新约这个约呢是叫旧约是无相同的所以迄个圣经是安尼讲，希伯来书8章13节安尼讲，既然说是新约讲新约就是甲前的约是旧咯，有这个新的顶摆约就是旧的咯是渐渐旧、渐渐衰落落去渐衰就的确要变无去咯。迄个旧约就可能无用去咯要归于无有啦变无去咯所以第三项代志，甲咱讲啥物呢？咱着记咧。伫希伯来书第8章第6节到第7章第7节当中记载，讲现在的约现在的这个新约要证明了啥物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比伫旧约的怀祭司亚伦叫伊的子孙伊的做祭司搁较水。是呾甲咱讲，伫新约的当中的祭司是耶稣，旧约的祭司是亚伦叫伊的后代到了这个较赎罪的，倒一个较好耶稣的祭司较好，因为耶稣一摆献上家己就了咯，就永远咯。那么这个亚伦呢，伊若毋是 perfect 的人，毋是完美的人，而且因做祭司毋是因家己献上，那就借着这羊牛来献祭，但是耶稣是本身将家己献上第6节，如今耶稣所得到的责任搁较水正亲像伊所做搁较水的这个中保耶稣做迄个中保中间人搁较水。伊讲这约原是搁较水的应允搁较水应允的立约所以第7节讲说，迄个约若是无有瑕疵就毋能够找新的约咯。是因为前约有无够约的所在，无完美的所在，瑕疵是讲到迄个约有暗脏、有混、有裂。叫做无瑕疵，但是这个新约是完美的因为迄个旧约是无完美的，才需要着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一摆献上这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祭物，所以耶稣一出来要做工的时阵，你记得施浸约翰就讲，是恁看向众人讲，说你看这个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羔羊是啥物意思就是献祭羔羊要为着世间人的罪恶来将家己献上的。旧约是真正的牛羊，但是现在新约呢是耶稣神的独生囝诚做献祭的羊，来替人来赎罪的羊。所以耶稣的这个新约这个祭物这个祭司是最完美的，所以来解决
咱人的罪，咱人的生命的代志。第四项要叫咱注意的，叫咱着会记的是啥物呢？就是圣经安尼讲，所以主指着罪恶的缺点的缺陷讲伊说日子将要到，我要甲以色列人、甲犹太家要另外立一个新约啊。所以既然有一个旧约，现在要立的是一个新约啊。那么最后呢，我讲到说有5项有几项咱就认清这个新约到底是要为啥立的？有人就用迄个旧约的迄个耶利米讲，伊说耶利米所讲的这个约内面伊讲是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太家犹太这个家要立的新约但是有人就讲咱伫新约时代叫旧约迄个耶利米所讲的迄个新约是叫以色列人去犹太人立的约叫咱现在的人新约的人信主耶稣人有关系无伊迄个约内面所应允的做恩典甲福气，有赦免，叫神的话伫人的内面，咱一阵信主耶稣，叫因毋着脱去无关系咯，毋是安尼，其实毋是安尼，为什么呢？咱当咧现在是伫耶稣咧受晚餐的时阵，来参加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那么咱现在上帝叫咱着纪念，也着照行。咱现在也是照行，所以咱也是伫迄个约的内面。咱新约时代，耶稣叫咱着咱着纪念。恁安尼做，为着是纪念。我叫咱着纪念，所以咱也是用立伫这个新约内面，耶稣才叫咱着纪念。所以这个约内面咱新约的人虽然咱毋是犹太人，咱毋是以色列人，但是伫这个属灵的意义顶面咱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心的后裔、属灵的后裔。所以伫属灵讲，咱也是属于犹太人，属灵的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伫旧约内面迄个耶利米所讲的这个新约指这两款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咱也是叫这个约有份。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辛苦主耶稣，咱就是伫新约的恩典内面咯。所以今仔日咱应该着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虽然毋是伫旧约时代，咱是新约时代，咱感谢主，无搁再遵行这个旧约613条的怀律法咯。其实因也是无一个人完全守完全的律法所以因着常常着限制赎罪所以因无一个长久的，只是暂时的因心中常常会惊吓无迄安全感。咱辛苦主耶稣一摆这个新约的主一摆献上就永远做成这个救赎的大功劳。那么咱只有辛苦主耶稣这个伊的义，耶稣伫旧约内面所应该有的这个义耶稣已经满足了这个旧约的迄个义了。那么咱新约的耶稣的信徒呢，咱因为用信心，咱也是归纳伫耶稣的这个救赎的内面咱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叫伊的牺牲，咱罪得到赦免，是一摆相信就永远得救。因为耶稣一摆
献出伊的家己的生命，就做成了永久性的一个救赎咯，也是永远的。咱感谢主的恩典，咱应该着感恩，因为咱信了主，咱得到赦免了，伫新约的内面啊，耶稣所做成的工作内面啊，咱会做得到赦免。伊阁要互咱永远的生命，咱阁要食做上帝的子儿。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虽然啊，伫各款的灾情内面啊，咱应该着感恩，毋是靠着家己，咱得救是靠着上帝恩，毋是靠着咱的行为。旧约是靠行为，咱新约是靠上帝恩典。所以圣经甲咱讲啊，以弗所书第2章第8、第9节安尼讲，恁得救是本乎迄个恩典啊，也是因着信心啊。这并毋是出于你的家己较偌牛有本事啊，乃是神所赏赐互咱的恩典啊。也毋是出于咱家己的好行为啊，免得有人骄傲自夸啊。所以咱感谢主啊。第二项，咱感谢主的就是说，咱是一个罪人，咱本来应该着受刑罚，伫永远的地狱内面来过迄个永远真痛苦。但是咱信了主耶稣，咱的罪得到赦免咯。耶稣为咱担当咱的罪过，所以咱因着信来称义，神称呼咱是叫做义人啊，毋是看到咱的好行为，咱是看到主耶稣为着咱所做成的一项救赎的代志啊。第三项，咱感恩的是啥物呢？咱感谢主，咱信主了后就成做神的子儿咯啊，神的子儿。圣经怎样英文甲咱讲呢？是凡接待伊的，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伊就要互咱一个权柄，做神的子儿。咱的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咱信了主，咱成做伊的子儿，就是王子，就是公主。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是上帝从万人当中啊，甲咱竞选来成做伊的子儿。咱现在活伫这个世界，来要传扬上帝的荣美所以咱有一个责任来传福音，来向人来传讲上帝的慈爱。所以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也甲咱讲，这独有恁是被竞选的族类。感谢主啊！伫万族当中，万人当中，伊竞选咱成做伊的子儿，竞选的族类。又阁是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啊，是一个真上帝看重的。这个祭司是要有一个责任，互咱伫世间将人带到神的面头前叫神建立迄个关系是圣洁的国度。咱在属主的人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内面是属神的子民，伫属上帝所保护、上帝所施恩赐福的一个子民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上帝的美德。要叫咱着传扬上帝的美德这真好真荣耀神的圣洁。神是怎样一位伟大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感谢主的恩典，咱来三甲来感恩。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阮更加较明白这个神约的意义是啥物。若是主耶稣被上帝所找来到这个世间，都成做肉身，成做人的权势，听伫阮人的当中，将你的真理显明，互阮人知影。最后
并且来为着阮来牺牲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做成这个新约的设立，叫阮伫耶稣内面，伫接受主耶稣，阮就得到永生，阮会做得到赦免，诚做上帝行里有永远的盼望。阮感谢主的恩典，求主耶稣，互阮伫这个灾情非常厉害，伫这个世间苦难的环境内面，我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力量，通来伫这个世上行完这个世上的路程，来荣耀主你的圣名。阮将怀伫病痛当中诶，又喺伫怀各款诶需要当中，在信徒来祈祷，求主你互因力量，互因有信心，来活靠主，将一切重担来卸托神，因为神顾念因，阮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诶圣名来求，阿门。